咁啊，馬到功成當然今日就莫雷拉幫何賢建功㗎啦。其實而家兩大高手就莫雷拉潘頓，咁喺呢個騎師龍虎榜度鬥到叮當碼頭，互不相讓㗎啦。基本上有機會封人啊封人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哋嘅成績也好，喺陣上嘅表現也好咧，其實都拋離咗其他騎師都相當嘅距離，因為第三位嘅都佢距離都差唔多一半隻頭馬咁上下，都唔知有冇。咁即係個問題咧，就係你得兩個呢咁嘅騎師，你要爭到佢幫到手咧，有啲馬係可以有截然不同嘅演出。好似今日神威浩翔都唔係易贏啊，馬叔晴今日跑1200一早擺到前面，咁仲有一隻仲勁情趣，其實連場都已經係好似都見晒咁啊！潘頓跑上去咧，拋離到贏嘅，即係完全好似唔同一隻馬咁啊！有時擺呢咁嘅騎師，所以你哋即係有個配搭方面咧，都要真係要動下腦筋。所以話而家啲即係賽事啊，咁啊啲馬匹冷熱好多時候都因為騎師因素影響，咁都的確係值嘅。咁即係譬如話就係呢兩大高手佢哋個發揮的確係即係特別出色。睇下會唔會結合兩個因素啦，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又有爭冠軍啦，有部分練馬師可能亦都好似啊，即係何賢係達咗標啦叫做，咁啊其他啲要爭成績嘅，會唔會就喺即係季內餘下嘅時間用到呢兩個高手，可以即係能夠攞到多啲頭馬咁啦？參與嘅朋友咧有兩派喎，發覺嚇咁啊，中意咧就阿潘頓莫雷拉啲粉絲嗰啲咧，梗係哇正啦，場場唔係啊 A 贏就係 B 贏，但係咧有啲中意，喂我玩下即係第二啲有啲好啲分頭賠率嗰啲咧，喂唔掂喎，好似即係場場都好熱嘅。不過嗱，我相信餘下嘅時間咧都會係咁噶啦，因為尤其是啲即係中下游馬房咧，如果揾到莫雷拉、潘頓幫手啦，嗱今日兩匹啦，馬到成功之外，仲有其實神威翱翔都係啦，咁我諗都唔好話太過介意啦。不過可能要轉下少少投注啊，參與嗰個方法啦，即係可能如果你知你兩位都實喺度噶啦，可能你要向第三個位啊、第四個位，即係啲三重彩啊、四重彩嗰啲動下腦筋啊，或者會咁會容易啲。其實都一半一半嘅，今日佢兩個加埋有5場啊嘛，係啊，咁都仲有5場俾第啲人贏。但係佢哋覺得話今日好似場場都熱門跑出嚟咧，就會有咁嘅，因為有啲咁嘅感覺啊。唔好隨便飛佢哋啲馬。係啦，即係想提大家唔好立亂執起佢哋啲馬。好啦。